在下陆小天，望赐教。高手过招，我应该见证见证。我有事要跟你说，5天后就是中元节了。叶家瑶，难道这家伙要约你去看中元节灯会？嫂子的身世调查清楚了，但是只要有我赫连锦在，绝对不会让大瑶瑶你挨一天饿，受一天委屈。我会像家人一样，让你过得更好。